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作经《高音经》第一条。读经这是读鼻音，经的意思就是经过新闻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讲出案情，咱讲是口经。另外，这个经嘛有新所证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做歹代志，甲有关系的人讲出来，咱讲经出来。另外，其中的一款金纸就是经语，也有一个音读作敬，咱讲奉敬神明，也就是通尊敬这个敬。这个敬就有敬拜、敬献的意思。文音读作供，像咱讲提供，也有供品。古早就人讲是传拜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敬体，这个意思是上形容用话来骂人，嘛会当讲是正口、倒口、倒写，嘛会当讲是经端，也有宣写口说。第二个词读作反口经，这个意思是改变原来口经，某人讲是反经、反口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真久以前捌发生过动刑犯伫要执行的时，才反口经，落尾才知影讲原来是互人压迫，才会讲出对家己不利的口经。上尾压迫伊的单位，互人权团体经体甲无一块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经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是供，也有一个音读作敬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